好，番石榴的头了。以前番石榴的田呢，然后呢用那个怪手挖，这，你看，竟然好几年了，3、4年了，还是4、5年了，还是很硬呢。你看这个用翻土机来碰的话，怎么受得了？你看，用翻土机来碰，受不了。这不是考古啊，看碰到都还是会痛的呀。这是那个叫番石榴的头。挖土机为什么不把它挖深一点？清不干净了，整理也整理不干净了，没有办法完整了，没有办法十全十美了。本来都那个还会长出新芽来，但是受不了了，还是把新芽给挖掉了。那旧的根呢？你看这个树头还在。那个翻土机来翻的话很危险，翻土机碰到这几根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翻土机的铁金属铁碰到的话还是可能会受损的。还有那个无爪的啦，无爪的那种插在地上结果后来掉了一根了，那个铁也是要挖出来的，不然就怕翻土机翻土机那个轮子去刀片轮去打到那个金属，都很粗呢。那个无爪的叉子，大概都头像这么粗，尾部像那个小指头那么粗，大概有20-30公分那么长呢。奇怪，这样插这样挖洞然后放种子进去，怎么挖到后来怎么少了一根芽呢？不容易找，不晓得在哪里掉了。所以翻土机翻那个土还是有危险的。看看以前是不是种番石榴的？你看这个树头用怪手来挖都没有挖干净。